自今仔日开始开放，予全台湾的老大人注疫苗。台北市的部分是真济注疫苗站，不过现场人是吵，正好保持社交距离。台北市长郭文德表示，会改善注本系统来解决问题。另外，市政府也宣布讲，到处注疫苗的服务，对明仔载开始就会实行啊。 大家排队排到落长，室内接种站嘛是人真济。台北市今日85岁以上的时代开始注意放射，但是伫松山文创园区排队的人，坐甲真好保持社交距离。台北市长郭文泰紧急伫面册顶悬呼吁大家，莫小着急来排队。因为比方说我们是9点预约9点要到，可是他们好像8点就来排队，所以拜托大家，如果你是9点的，你就9点以后再来就可以。我们下一次这个。 城市会改进，会在一开始你上来预约的时候就给你选小时的，最起码1小时为单位。大概17号网站会重新上线哦。郭文泰讲，今日早时是按算注1万位时段，一天半爱注完3万人。针对有人质疑，为什么台北市注疫苗爱用家己的注本系统，无爱用一般民警发通知单的方式？郭文泰讲，注本系统会使让民众有上大的选择权。 你可以选择要去哪个医院或诊所，你可以选择时段。那如果是由那个市政府直接分配的话，你知道，就说你这一里，那你就是哪一天的上午、下午其实上午、下午从今天的经验就发现了，还是会群聚。 台北市政府讲，在台北，但是户口无伫台北的时段，到早时总共有997个人来注文，已经安排伫17下晡注疫苗。但是要未注文，会使伫16进前来申请。市政府嘛讲，针对无法度出门的时段，到处注疫苗的服务，嘛会为16开始。记者郭碧君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